受到天气落雨影响，民众出门关会意愿减少。当夜开发建设公司就招公司志工团、万里球队兼告班会成员斗阵来响应，希望嘛号召民众踊跃关会。因为我们已经连办了4年，因为台南最近也说雪荒，那我们就举手之劳，呼吁大家来捐血。第2019年，台湾面临大欠血，这间建设公司就开始发起关会，每当举办关会活动，嘛常常探访养老院、医疗院所，关心社区独居老人，举办公益活动，善尽企业责任，回馈社会。现在血荒也很严重，也期待说大家踊跃的来挽袖捐血来帮助需要的人。那我想也谢谢我们的东业开发他们的这个善行义举，也希望能够感染更多人，大家一起投入捐血的行列。那连续好几年，每一年都持续都会看到我们东业家族的志工们的身影。那最近下雨天雨季啦水库满了，但是我们的血库还缺非常多的血，尤其是 O 型，所以在那边邀请所有我们的台湾好朋友、台湾人一起来为我们血库来尽一份心力。根据高雄关会中心的资料，目前医疗用血量只存4天，不过每天病院需求量却需要2100袋，严重影响到病院需血。所以中心对建设公司会当号召关会活动表示感谢，同时呼吁各企业会当投资引诱，帮助需要用血的人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